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今日我哋會講解一下香港中型貨車口試題目嘅答題重點，片段嘅後部分仲會有隨機嘅口試題目俾大家溫習。準備好未？我哋一開始啦。第一條題目，究竟咩係廢氣剎車系統呢？又稱為廢氣剎車掣。呢條題目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係你要指出呢一種係一個輔助嘅剎車系統，係利用控制廢氣嘅流量，減低引擎嘅轉速，從而達到減慢車速嘅效果。第二條題目，車輛喺落斜之前，特別係長命斜，你應該點樣處理呢？請指出廢氣剎車系統，又稱廢氣剎車掣嘅位置，同埋喺邊度，同埋點樣操作嘅呢？去示範點樣操作呢，就由翻教車師傅去教翻你啦。咁呢條題目有3個答題重點。第一，落斜之前我哋應該先減速，繼而我哋應該使用廢氣剎車系統。第三，我哋要入低波以策安全。第三條題目，如果氣壓警示裝置喺車輛正在行駛嘅時候發出警示，你應該點樣處理呢？呢一條題目有2個重點。第一，我哋應該盡快停喺安全嘅地方。第二，我哋要檢查剎車系統，直至矯正有關問題為止，否則我哋唔可以繼續開車。到第4條題目，除非持有適當嘅許可證，否則司機駕駛載貨車輛連同貨物的總闊度和總高度分別不可超過多少米？呢一條問題呢，真係要背下書啦。總闊度嘅上限係2.5米，總高度嘅上限係4.6米。第5條題目，貨車司機應如何確保車輛的離檔符合安全？司機應該喺每日嘅例行檢查時，必須確保所駕駛嘅車輛離檔能夠有效阻擋因為車輪轉動而濺起嘅泥或者水。到最後一條題目啦，貨車司機如何確保車輛載貨嘅安全？呢條題目有3個重點。第一，司機要確保貨物嘅重量分布要平均，唔好影響車輛行駛時嘅控制能力。第二，貨物嘅體積同埋重量唔可以超出車輛嘅最高限制。第三，貨物必須安全繫穩，以免喺轉彎或者停車嘅時候跌出車外，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
希望呢條片都幫到正在準備中型貨車考試嘅朋友仔啊！祝大家考試成功！希望大家都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